哎，兄弟，能不能帮忙，让我们搭一场？人太多了，做不了。李新月，香格里拉。你干什么呀？不认识我们吗？你们不是要去香格里拉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相识就是缘分啊！你们谁？我怎么会知道他是谁？不是你前任吗？你前任长？他刚才色眯眯的看着你，还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也很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名字？我还想问你呢。就我们仨啊，你看都跟我一样瘦，我们挤后排，挤就成啊。香格里拉，对啊，走吧。谢谢，走吧，快收拾行李上车。好，你啊，尽快收拾好，跟上我们啊，老地方啊。来吧，谢谢兄弟，谢谢，没事，谢谢啊，哎，谢谢啊。来，哎，大叔，你干嘛一直盯着新月看？啊，我是觉得他特别面善。我不面善吗？啊，面善，但是你更好看，他更面善。您这个说词儿有点过时了吧？啊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越看越觉得他像我一个好朋友在找的一个人，而且年龄呢也差不多。您这个好朋友是不是20年前跟孩子走散了，然后后来一直没见过？这事儿你都知道呀？您这情节我在电视剧里看挺多的。啊，我无能为力了，你继续行动吧。佣金加倍，地址香格里拉。哎，你们看那路牌，香格里拉，到了。是啊，到了。弟弟，咱们到香格里拉了。阿飞，来点应景的音乐吧。 Music。夏夏，啊，准备直播。
丹丹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你看，这张多好，这个服务太好，这张，这个传到我们的那个 app 上，我就。就是我的家。哦，香格里拉，美丽的香格里拉。哦，香格里拉，美丽的香格里。
哎，你们等一下，我去跟董事长打个招呼。好。董事长，我们要分开了。我们在镇上找了一家客栈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不住这儿了？那家白色阳光客栈比较有特色，适合我们直播，而且性价比也高。小天魅力很大呀，这都黏着不走了。要不然你就住这儿吧，刚好那边楚总少开间房还省点钱。对呀对呀。好，那我们再联系吧。那我们告辞啊。不是，奶奶，那我们也去住那个什么白色阳光客栈好不好？楚总，开车，出发。好。要不然你就住这儿吧。我们要走了，奶奶，你让我去吧。丽娜，你记得吗？你来中国之前对我是有承诺的。我有承诺，可是这不影响呀。我就是想跟小天哥哥在一起。你要别人喜欢你，你自己要变得很优秀，不然的话，你会受伤害的。我没有，我受什么伤害呀，奶奶？我再告诉你一声，走了，你必须跟我在一起。走吧，蒂娜小姐。哎呀，好烦呐！哎，裴哥，帮我把我那个 ITO 旅行箱拿一下呗。好嘞。谢谢。哇，不错呀，这个地方好棒啊！这客栈真的很赞。太有特色了。丽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漂亮啊！你喜欢就好。我觉得不比5星酒店差哎，对吧，舒哥哥？是啊，看来熊哥推荐对了。对啊。哎，我第一次到这样的客栈，好棒啊！阿培，房间开好了吗？啊，新月的好了。哎，好了好了。丽丽，你累了，先上去休息吧。好。哎，阿培哥，我要个那个就是窗户特别大那种，能看到雪山的，我要做直播。好。回来了。来，熊哥，好。哎，超棒的。你们满意就好啊。跟你自己开的似的啊！你说是就是吧啊？我也是熊哥。你走，我自己来。走吧，小天。小天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下，你知不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？那幅画啊，是我们老板画的，很多客人都觉得画的不错。我们老板啊是美院毕业的，以前是个画家。画家？哎，我们老板来了，那就是我们老板。8点钟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时间啊。老板，哎。新月。新月。丽丽，我去看看。新月，咱们俩好好谈谈，好吗？咱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觉得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对我来说，是最重要的事了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，
当年就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你好，请问这是客栈吗？是。哎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把他追回来。放心吧，啊。老板，你们认识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如果你能把他劝回白色阳光，我就告诉你。 300块一天啊，有没有再便宜一些的？不好意思啊，只剩这一间景观房了，而且这间房间也是之前客人预定，现在临时退下来才有的。您要是觉得合适，我带您去看看房间。丽丽，稍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几句话聊一下，好吗？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先聊。丽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跟那个老板认识？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吧。那你现在是不想住在白色阳光吗？我有些私人原因，不能去那个客栈住了。丽丽，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，从上海一路以来到香格里拉，我们都是住在一个酒店的，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在一起，你再考虑一下。抱歉，我这次真的有我的苦衷，请你体谅一下。 好吧，我不勉强你。老板，开一间房。哦，好的。你说新月和这个客栈老板怎么回事？怎么一见面就跑？不知道啊。 感觉他俩之前认识，也不知道这老板什么时候得罪他了，这反应也太大了。这么远，香格里拉怎么认识啊？他来过？不知道，搞不懂。哎，女人的心思你别猜呀。不知道楚哥哥那边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丽丽想住在卓玛客栈，既然她这么坚持，咱们尊重她吧。 把行李给他送过去。喂，你包。哎呀，你帮我拿着啊。他一个人住过去安全吗？咱们赶紧回去休息，正好也适应一下高原的环境。不是，我说，哎 ，boss， 他这一人住2间房，这怎么算啊？这个？啰嗦什么呀？回房间休息。哦。 来了。哎，你好，给你送壶酥油茶，我自己打的。您快请进。哎，好。谢谢，怎么样？会想再来的地方，有道理，可能都是缘分吧。你到香格里拉是缘分，上天把你带到这里，一定有他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有个叫李新月的女孩住哪个房间？哦，前面右拐那个房子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好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送行李嘛。谢谢了，进来吧。谢谢啊，还帮我送行李。我也行了，你走，我自己来。行了，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你自己把门窗锁好。你好，想买点什么？怎么样？有喜欢的东西吗？你这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，里面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钱在外边了。这边还有，这些银器也蛮好的。看看。都不中意？就这样吧，谢谢。好，欢迎再来。哟，阿兄回来了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生意怎么样？马马虎虎。哎，老板买烟吗？多少钱一包？这个15元一包。哎，你这回进的货不错啊！这新进的绝对是纯手工打造的。好，你先忙生意，好，我再逛逛。好，那有空来喝茶。哟，兄弟，在这碰见你了，看上什么中医东西没？熊哥帮你看价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没事闲逛。啊，我看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小吃没有，你带我去逛逛。走。小天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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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出来，我在等你呢。哎呀，姑娘，小天哥哥，哎呀，我说姑娘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你看你弄得大家，他真的没在这儿。我不相信，那你告诉我他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说客人在哪儿，我哪能知道呢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哎，别闹了，我们到大厅等一会儿，我给您泡杯茶，走。我喝不下去。哎呀，小天哥哥，我知道你肯定在这儿，你快出来吧，小天哥哥。哎呦，帅哥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要再不回来，这姑娘把房子都掀了。小天哥哥，哎，等一下。原来你真的出去了，我还以为他们骗我的呢。不是你松手好吗？我不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的，我不撒手。松手。我不要。哪有这么对女孩子的吗？我就这样，怎么着吧？你就这样，那我就喜欢你这样，有男人味儿，就喜欢。老板，给我开间房吧。哎
呦，不好意思，房间都满了。那李新月那个不是不住了吗？那我就住那个呗。不行，这房子定出去了，谁都不能住。不能不是，我可以给钱，我又不是不给钱。哎呀，你要是非要住这儿的话，要不跟别人商量商量？你看怎么办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小天哥哥，那我们一起住吧。你今天就当收留我一天。走。站好了。啊，站好了。你作为一个女孩子，能不能晓得自重一点？自重。我 OK。你在美国长大的，我不了解你们那边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你这样在中国行不通，懂吗？那我看到你叫我小天哥，我教你一招啊，以后再在中国泡男孩子，你要晓得含蓄一点啊，干什么稍微收敛一点，不要张牙舞爪的大声叫。就算你想跟人家怎么样的话，你这么一叫，人家好意思再跟你进去吗？那就是说你现在是不好意思，那我们悄悄的，我不出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我现在开始我不出声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晚了，因为你刚才已经叫过了，现在全客栈的人都能听见。没办法，下一次吧，好吧？下一次什么时候？我主动联系你。真的？你赶快回去吧，不然你奶奶又要骂你了。我奶奶不会骂我的，她今天要跟什么他们开会没空理我，你陪我待会儿吧。你说你奶奶今天出去开会去了？开什么会？不知道，我奶奶说是投资旅游项目开发，好像是这样。开发什么？开发度假村。度假村？还有呢？我也不清楚，跟我没关系。走吧，小天哥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是刚才不说好了吗？对吧？我今天不方便。你不方便？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刚来香格里拉，我现在有点高原反应。你等我过2天吧，好吧？我缓过来以后我再打给你。没事，那我氧气足，我给你人工呼吸。不是你们在美国都是这样睁着眼睛的？不知道。我不太习惯这样，闭上我比较习惯。那就是好，那我闭眼。先松开。别笑了，我等不及了，快点。我知道。小天哥哥，为什么骗我？喂，老弟，你那边安全吗？方便说吧，有什么新情况？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黄兄那个人做事情有点鬼鬼祟祟的，而且好像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。今天我跟踪他进了一家古玩店，我后脚进去就发现他已经不见了。我怀疑那家古玩店有个暗门。这么说来，那个古玩店和黄雄还确实可疑。这样，小弟啊，你先盯着黄雄，但是呢，不要采取行动，避免打草惊蛇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还有啊，现在李新月不是不在那个白色阳光客栈住吗？我现在一方面得注意到他的安全，还得看着黄雄，我觉得有点看不过来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当地的警方取得了联系，镇上派出所的拉姆负责跟你接头，他会派出来帮手来分担你的工作，你得先跟他联系，暂时不要对任何人暴露你的身份。好，我明白。拉姆听起来挺强悍的。OK， 就这样吧。注意安全。
来了。丽丽，你怎么来了？进来坐吧。找我有事儿吗？今天的事情，对不起啊，所以我来跟你道个歉。傻瓜，这有什么好道歉的呢？我尊重你的决定，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些不想说的事儿，我不勉强。就像我现在一样，我也很焦头烂额。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还不是房车之旅的融资计划吗？唉，凯文，融资这些我也不太懂，但是我知道，这次房车之旅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收获，很多的快乐。谢谢你。你说的没错，过程是非常美好的，但是再美好的过程，也需要结果来检验。现在我们的数据非常不好，投资方说了，如果点击率再上不去，可能不会给我们投资。唉，既然我们都已经到了香格里拉了，也不能轻易放弃啊！哎，你看，要不然我们在这儿策划个什么活动，再冲一把点击率怎么样？好啊，你这个想法非常好。那明天我把大家叫过来，来个头脑风暴。好，这么晚也不打扰你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早点休息。对了，今天的事情别放在心上。行了，别想太多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新月，我给小天打了好几个电话了，都没接，不是睡死过去了吧？算了，不等小天了，咱们开会吧。这小天，哎呀，你是怎么长的呀？哇，太帅了！跟你合作简直太养眼了。香格里拉欢迎你。你好，我是拉姆，藏语的意思是仙女。你是警察？对呀，我不像吗？我在派出所工作。小伙子，这是我的警官证，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喽。不好意思啊，姐，幸会。幸会。哎呦，我觉得你的脸色不太好哎，高原反应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点。我就知道。来，我提前给你准备好了，便携氧气，来吸点。不是，我身体好着呢，我休息2天没事。哎，小伙子，在这儿可别大意哦。你们平原来的人到我们这儿都有高原反应，我们这个地方啊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点氧，吸点氧，身体就舒服了。啊，那谢谢了。哎，拿着吧，吸点。谢谢。别客气。最近我们的直播关注度越来越差，
咱们得稍微加把力了。昨天丽丽提醒我了，咱们到了最后一站香格里拉，是不是要搞点大动作，来刺激一下网友？大动作？不是搞什么大动作呀？这可是高原，咱们还是少搞大动作。嗨，我不也没想法吗？所以把你们找过来，大家集思广益。昨天局里通知我了，最近就由我跟你单线联系。连我们所长都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我配合你工作，办事可方便了。我可是老香格里拉了，不是吹的啊！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哪里有耗子打架，我都知道。那太好了。行，你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你尽管说。在我们派出所，我的工作能力，我要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。在我们香格里拉，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。夏夏，你是主播，你先说。哎，我想起来，就是这个楼上不是新月房间吗？我想起在他房间里能看到雪山，所以我在想，咱们上雪山去来一场日出直播怎么样？雪山日出啊，挺好的，我觉得一定很美。是这样的，姐啊，我现在需要你帮我查一下2个人的这个身份和背景。才2个人？哎呀，没问题。啊，一个人呢叫肖芳芳，啊是个女的，也就是镇上那个白色阳光客栈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哦，我知道，啊，那个半老徐娘。哦，你别说啊，她很漂亮的，那个皮肤白的哟。是，还有一个人呢是个男性，他叫黄雄，他的身份应该是个唱歌的吧，因为他带着一个乐队叫宇宙塑料人，经常往香格里拉跑。他跟肖芳芳认识，他们之间好像有什么联系。黄雄，唱歌的，行，我帮你查。哎，那你怎么觉得他们俩有问题呢？主要是我觉得那个黄雄有点古怪，我跟踪他去了一家古玩店，等我进去了以后呢，我发现已经找不到他了。那家古玩店有一个暗门，所以我觉得那家店也有问题。带暗门的古玩店？你放心吧，那个古玩店早就被我们重点监控了。是吗？啊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哎呦，你客气什么呀？都是好同志嘛。